各位觀眾，你哋好，又一星期啦，我哋又返嚟我哋呢個歌曲排行榜。每一個星期，我哋都會為大家提供香港5台歌曲榜嘅排行榜名單，由電台一直去到電視台。喺公佈我哋嘅歌曲排行榜之前，為大家介紹一下我自己。我係呢個節目嘅主持，我叫晴玲，晴朗嘅晴，鈴聲嘅鈴。喺日後我哋嘅每一個禮拜嘅節目呢，我都會為大家提供我哋嘅歌曲排行榜嘅，同埋提供5台嘅歌曲排行榜嘅。同埋今次呢，我想玩少少新意思嘅，就係有1分鐘嘅哼歌分享嘅。Star Top Hits 2026年第17週排名，第一位歌曲名稱無名氏，歌手張天賦。第二位歌曲名稱風女，主唱嚴明熙。第三位獨居的儀式感，主唱歌手張雨晨。第四位歌曲名稱成長是個陷阱，歌手戴祖兒。第5位歌曲名稱太陽之子，歌手主唱周杰倫。RTHK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2026年第17週排名冠軍歌曲華富1號，主唱歌手黃淑蔓。第2位外向型憂鬱人格，主唱鄧小巧。第3位給你一隻大口仔，主唱蘇雅琳。第4位回歸一塊小石頭，主唱楊千嬅。第5位太陽之子周杰倫。
商業電台77903專業推介2026年第17週排名冠軍歌曲 Socia Pop 主唱歌手周欣婷，第一位攬緊處理主唱江北新，第三位穿波鞋的惡魔主唱洪嘉豪，第四位時光之呼 Pandora， 第五位 Buff Me Down 主唱馮允謙。新城廣播新城勁爆本地榜2026年第17週排名冠軍歌曲《琵琶》主唱歌手黃妍，第二位一世人做一次傻仔主唱馬天佑，第三位那人那地那天陳慧琳，第四位最好比我更懶主唱李靜雲，第五位成長是個陷阱主唱戴祖儀。TVB 無線電視勁歌金榜2026年第17週排名第一位歌曲《大個要做個好人》主唱周國賢，第二位一個人的生日歌主唱張馳豪，第三位華富一號主唱黃淑蔓，第四位外向型憂鬱人格主唱鄧小巧，第五位大美之國譚嘉儀。ViuTV 超級推介榜2026年第17週排名第一位歌曲 Christmas 歌手盧瀚霆，第二位完整的我主唱陳卓賢，第三位脫兔主唱邱傲然，第四位 Baby Savage 主唱 Viva， 第五位貼地主唱布志綸。StarTalk Hits 今期歌曲排行榜冠軍歌曲《無名氏》，由3月底一直熱播到5月，成為咗我哋嘅冠軍歌曲。主唱張天賦，作詞黃偉文，作曲陳可慧、齊樂平。今次嘅哼歌分享，你哋聽唔聽得出係邊一首歌曲呢？聽唔到？等我話俾你知啦，係我哋嗰個榜單嘅第二位瘋女嚴美希主唱嘅歌曲。咁其實嗰首歌呢，最令我深刻印象就係佢嗰個好好聽啊！佢哼到好好聽啊！嗰首歌，同埋佢個旋律呢，好似俾我想像到係《千與千尋》嗰首日本卡通片嗰首歌曲咯。咁佢個旋律都幾似嘅。其實嗰個音樂嗰個我都即係嗰個比較熟悉啲咯，個感覺。佢聽落去嗰個旋律啊，都有啲似嗰類型嘅風格咁樣咯。好啦，繼續留意收聽啊！請大家投票投選心儀歌曲，只要你哋肯投票，你嘅一票將會喺下一期上榜。留言區會有25首參考歌曲，留言投票啦！拜拜。